今天係星期天，救主獨自呢一首詩歌嘅英文名叫做《Alone》，曲同埋詞都係潘瑞斯喺1914年所作。雖然對於作者嘅生平同埋詩歌嘅資料有限，唯一揾到嘅資料就係第一張收藏呢一首歌嘅唱片名字叫做《阿門誠心所願》。呢一首歌嘅曲同埋詞感人肺腑，動人心魄。每逢聖餐同埋受難節嘅時候，好多教會都會經常唱呢一首詩歌。而呢一首詩歌係將救主耶穌在世嘅最後幾日，佢點樣獨自面對死亡嘅歷程，唱俾我哋聽。喺第一節裏面，主耶穌夜間喺客西馬尼園祈禱。喺第二節，主耶穌受審、受凌辱，被眾人所棄。喺第三節，主耶穌為世人嘅罪喺十字架上面捨命。主耶穌犧牲嘅愛，對於你嚟講係一個點樣嘅意義呢？就讓我哋一齊思考詩歌中作者嘅感受啊！救主為我獨自背負罪過，捨命拯救他的子民，獨自受苦流血，捨命為我。
今天係星期天，講道嘅經文記載喺馬太福音26章36至46節。耶穌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，名叫客西馬尼，就對他們說：你們坐在這裏，等我到那邊去禱告。於是帶着彼得和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同去，就憂愁起來，極其難過，便對他們說：我心裏甚是憂傷，幾乎要死。你們在這裏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，禱告說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。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來到門徒那裏，見他們睡着了，就對彼得說：怎麼樣？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時麼？總要警醒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們心靈固然願意，肉體卻軟弱了。第二次又去禱告說：我父啊，這杯若不能離開我，必要我喝，就願你的意旨成全。又來見他們睡着了，因為他們的眼睛困倦。耶穌又離開他們去了。第三次禱告，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。於是來到門徒那裏，對他們說：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吧，時候到了，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裏了。起來，我們走吧。看啊，賣我的人近了。救主獨治，夜間禱告。今日嘅主題就係救主獨治，描寫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祈禱嘅情況。其實呢首詩歌係一首好動人、好感人嘅一首描寫耶穌在禱告當中內心嘅感受嘅詩歌。聖經記載話，耶穌帶住3個門徒，彼得同埋西庇太兩個兒子，靜靜嘅去到客西馬尼園，面對上帝，向佢禱告。呢個係佢人生當中最痛苦嘅時刻，最重要嘅時刻，而係佢最聰明嘅就係將佢自己內心嘅一切痛苦向上帝告訴，向上帝禱告。耶穌嗰時候內心嘅憂傷，佢自己話：我幾乎要死。佢希望同門徒一齊嘅警醒，佢內心有好大嘅掙扎。佢咁樣講：如果可能嘅話，呢個杯，呢個苦杯離開我啦，唔係照我嘅意思，係照你嘅意思。呢個係俾我哋睇見祈禱應有嘅態度。今日我哋好多時候祈禱淨係講自己嘅說話，忘記咗站在主嘅立場嚟到思想下主係想我哋點樣做。嗱，呢個咧係表達出主啊，你嘅意思係最重要嘅，你嘅旨係最重要嘅。嗱，耶穌用咁嘅態度嚟到祈禱，呢個係在客西馬尼園亦俾我哋睇見另外一樣嘢，就係我哋人性嘅軟弱，在呢個花園當中係表現咗出嚟啦。在最重要嘅時刻，耶穌嘅門徒竟然瞓咗覺。嗱，呢個真係不可思議嘅。在咁緊張嘅時候，耶穌嘅內心痛苦到幾乎要死嘅時候，但係佢竟然間呢班門徒竟然間瞓咗覺。耶穌話：你哋唔能夠同我警醒片時麼？你哋心靈
願意，肉體卻係軟弱啦。耶穌咁樣講嘅時候，一句說話係表現出我哋今日信徒嘅一種心靈嘅軟弱嘅表現。各位，我哋真係好多時候面對住好多困難嘅時候，我哋交到俾上帝，我哋願意實行上帝嘅旨意。但當我哋面對呢啲困難嘅時候，我哋就忘記咗，我哋心想，但係行唔到出嚟。呢個係一個咧，係我哋人性嘅軟弱。耶穌表示呢，我哋應該要警醒禱告，免得入咗迷惑。在呢段聖經嘅裏邊，耶穌又再一次表示話，既然個苦杯你要我喝，我就喝啦。佢而家願意接受呢個苦杯啦。但係門徒嘅眼睛呢，就係困倦，又係瞓着咗覺。耶穌再提醒門徒，點解要瞓覺呢？時候到啦，人子被出賣嘅時候，被出賣在罪人嘅手中嘅時候到啦，起嚟，我哋走吧。呢首詩歌強調耶穌獨自，好似表達耶穌係好孤單。其實我哋相信佢並不孤單，因為有主與佢同在。佢獨自嘅表示，佢獨自嘅承擔，佢獨自嘅面對世人一切嘅罪債，佢獨自嘅面對人間嘅痛苦同埋死亡，佢獨自負起拯救世人嘅責任。佢畢竟都係人，嗱，耶穌有佢嘅人性嘅軟弱，畢竟都係一種咧，係好似好多人話，如果能夠免去就好啦，呢種咁嘅態度。但係佢在呢個時候知道佢離世嘅目的，時候到啦，個內心嘅掙扎係可以知道嘅。我哋聽呢首歌嘅時候咧，呢首歌嘅描寫啊係好詳盡嘅。首先咧，佢係描寫到咧耶穌響客西馬尼園。第二節咧係講到耶穌受審嘅時候，在比拉多嘅前邊，佢要戴起荊棘嘅冠冕，眾人所棄所厭惡嘅。仲有耶穌獨自掛在十字架上邊，為拯救人嘅靈魂，好似咧全部人都丟棄佢咁樣。救主獨自嘅捨身。呢首詩歌好詳細嘅描寫耶穌當時所面對嘅情況。救主為我獨自背負罪過，捨身拯救佢嘅子民，獨自受苦流血捨命，為我。呢幾日大家都知道受難節就快到啦，我哋有冇忽略咗耶穌嘅提醒呢？心靈雖然願意，肉體卻係軟弱啦。點解我哋唔能夠警醒片時呢？警醒嘅意思係乜嘢呢？我記得當我讀神學嘅時候，我哋嘅教授咧連續2次嘅開學禮都用呢段經文。佢特別咧講到警醒嘅意思係咩呢？就係 watch and pray。我哋睇到，然後跟住咧向上帝禱告，好似咧一個兵士響前線放哨嘅時候，佢睇到敵人嚟嘅時候，佢即刻咧係打電報向後方報告有敵人嚟啦。嗱，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嘅行動。警醒嘅意思就係話，
我哋咧係保持住一個敏鋭嘅心情，好清醒嘅態度嚟見到試探敵人嚟啦。警醒嘅意思係叫我哋隨時嘅準備好，看清楚罪嘅權勢，並且咧係立即咧向主報告。嗱，其實我哋祈禱就係咁樣啦。我哋見到我哋人性嘅軟弱、人性嘅敗壞嘅時候，我哋要俾主知道。其實我哋嘅主早已知道，嗱，呢個係勝過魔鬼同埋罪惡權勢嘅最好嘅方法。朋友，我哋有冇咁嘅經驗呢？當我哋禱告嘅時候，好多時候係講自己嘅說話，忘記咗用主嘅方法，用主嘅言辭，用主心裏邊所想我哋做嘅，嚟向主呼求呢。記得聖德肋撒有一次佢去一間禮拜堂，見到耶穌釘十字架嘅圖像嘅時候，佢跪在前邊默想。佢話：當我見到耶穌在十字架上面嘅時候，佢就睇到耶穌係愛我，愛到為我緣故釘在十字架上邊。佢話：我有一種係還不清債務嘅感覺。當我哋見到耶穌為我哋受死嘅時候，我哋有一種還不清債務嘅感覺。Isaac Watts 呢個著名嘅聖詩作者，佢寫咗一首奇妙十架歌。呢首歌大家都熟悉嘅。佢話：救主慈愛為我犧牲，盡獻所有難報主恩，願負十架學主犧牲，喝主苦杯，效主求人。真係歌詞描寫到我哋面對十架嘅時候，我哋有冇感受到上帝嘅慈愛？耶穌嘅苦難係為你為我嘅緣故而犧牲呢？受難節就到啦，讓我哋都帶住一種嘅沉重嘅心情紀念主嘅受死，想到呢係我哋都有份在其中，因為釘十字架嘅唔單止係彼拉多，唔單止係當年嘅文士同埋祭司，其實你同埋我都有份。當我哋仍在罪中嘅時候，我哋係有份嘅。所以在受難節嘅時候，讓我哋檢討我哋自己，反省我哋自己同神嘅關係，並且清楚我哋有一種還不清債務嘅感覺，盡獻所有難報主恩，願負十架學主犧牲。求主幫助我哋，在呢個受難節嘅時候，我哋再警醒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因為我哋心靈願意，肉體佢係軟弱啦。求主幫助我哋，阿門。
今天星期天歌詞默想，救主獨自夜間禱告，跪在客西馬尼，當日獨自喝盡苦杯，為我受苦到底。救主獨自站立受審，在比拉多庭前，獨自戴上荊棘冠冕，眾人所棄所厭。救主獨自掛在十架，為救世人靈魂。父神和人全都離棄，救主獨自捨身。救主為我獨自背負罪過，捨命拯救他的子民，獨自受苦流血，捨命為我。現在請大家接受祝福，願主賜福俾你，保護你，願主使佢嘅臉光照你，賜恩俾個你，願主向你仰臉，賜你平安。阿門。